香港地寸金尺土，細單位點樣透過設計打造舒服嘅空間？今次帶大家睇下就快收樓嘅愉興苑2至3人嘅單位，點樣喺有限空間入邊打造出一個實用、靚又住得開心嘅屋企。玻璃嘅間隔、特多嘅收納空間、開放式飯廳、隱藏門廚房，全部都係設計重點嚟嘅。等我慢慢講俾你聽啦。空間有限，但想象無限，幻想室內設計，延續空間無限想象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，包保唔會錯過任何資訊。首先，我哋講玄關、收納櫃同埋飯廳設計，成組咧係一個一體化嘅空間嚟㗎。一入門口右手邊就係一組 L 型中空全高櫃，由玄關一路延伸去到飯廳，形成咗一個連貫嘅收納同展示空間。櫃體設計唔止實用，仲好睇。中空嘅位置咧用咗條子造型設計，拉高咗視覺嘅比例，令到成個空間咧睇落去更闊、更有層次啊！而且廚房嘅隱藏門咧都係用咗條子，咁咧可以做翻一個首尾呼應。中空嘅位置咧入門口仲可以攞嚟放鎖匙啦，側邊嘅位置可以放香薰啦、擺設啦，一啲視覺焦點同埋生活機能嘅嘢咧都可以放晒喺入邊。櫃門用咗冇手抽嘅設計，令到成個感覺咧更加簡潔同埋乾淨啊！飯廳方面咧，餐台設計咧就可以多用途啦，可以用嚟食飯啦、工作啦。甚至乎咧，有時買完一大袋餸，一開門就可以放喺張台度啦。吊燈咧用咗一個黑金嘅配色，提升翻咧成間屋嘅燈光質感啊。至於廚房嘅間隔咧，係同原生間隔咧一模一樣嘅，只係咧用咗一個條子造型嘅隱藏門，將啲廚房完美咁樣隱形啊。關上門嘅時候咧，其實成幅牆身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幅特色牆咁，完全唔覺得係廚房嘅入口。打開門之後，入邊就係一個功能齊全嘅廚房啦，有洗衣機、爐頭、收納架，一應俱全嘅嘢咧都會喺晒入邊。至於客廳同睡房嘅設計啦，客廳同睡房之間咧用咗玻璃門去做一個間隔啊，令到成個空間感咧大咗，又可以咧喺房入邊嘅窗口咧透翻光出去客廳。咁如果咧喺房入邊玻璃門嘅後面裝翻個窗簾咧，就可以增加翻個私隱度啦。有朋友嚟嘅時候咧就可以拉翻個窗簾。電視機咧掛咗喺客廳，但由於係因為玻璃門嘅間隔啊，所以咧兩邊都變咗睇到，慳位又實用。睡房嘅尾端咧設咗一個吊櫃，增加一個儲物嘅空間。床頭嘅牆身咧用咗一個淺色嘅紋理，可以配合一啲個性化嘅掛畫，令到成個空間更加有層次。窗邊咧今次用咗百葉簾啊，方便調節光線同埋私隱啦，而且咧可以令到窗簾殼咧冇咁闊冇咁厚。至於浴室嘅設計，雖然咧浴室嘅設計比較細，但係咧設計都好精緻嘅，用咗玻璃嘅淋浴間啦，懸掛式嘅一個毛巾架，簡約嘅台上盤，令到咧成個空間咧睇落去咧更乾淨利落。而牆身咧都用咗一個600×600嘅淺色石紋磚啊，配合翻自然光，令到咧成個廁所咧可以明亮少少啦。今次咧成個單位嘅設計重點咧係空間規劃啊，由收納啦、光線啦，每個角落咧都係經過精心嘅計算，唔單止靚，仲希望你住得舒服，幫你打造一個真正屬於你嘅生活空間啊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你都中意呢啲細單位嘅設計風格咧，記得 like 呢條片，留言話俾我聽你中意邊個位 ，share 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